好，我係1A 班嘅鄭思如。我今日要講嘅故事就係睡覺時間到。爸爸宣布時間到了。小松鼠問：什麼時間到了？睡覺時間到了。小松鼠叫：不要，我不想睡覺，我要去玩雪。小松鼠就拎起佢頂毛帽和頸巾，跑出去門啦。小松鼠在白白的雪裏留低佢嘅腳印，越踩越大力，諗住留低深深的腳印。佢仲喺度跳嚟跳去，仲伸條脷出嚟試下啲雪係咩味道添。爸爸大聲嘅嗌：小豆蛋，快，晚上回來瞓覺啦！小松鼠就話：不要，我要去和小熊一起滑雪。小松鼠就跑啊跑，跑到去小熊家時，小熊嘅窗都閂埋簾啦。小熊已經睡覺啦。小松鼠說：我要去搵小鴨打雪仗。小松鼠就跑啊跑，跑到去小鴨家時，佢嘅窗都閂埋門啦。小松鼠就吸一啖氣，唉，我要去和小老鼠玩捉迷藏。小老鼠家和小熊家、小鴨家一樣，都閂埋燈、閂埋個窗瞓覺啦。天上嘅大片大片的雪花都流下來，佢就好失望，回家啦。小松鼠蕩失路添，佢嘅手手腳腳都好凍啊！小松鼠看了看死，佢就喺個樹嘅下邊挨住咁樣諗：我一直都返唔到家啦！突然，一雙溫暖的手抱住小松鼠起來。爸爸用令人安心的聲音說：爸爸在這裏，爸爸跟住你嘅腳印行過嚟㗎。小松鼠爸爸就話：現在我們回家吧，明天你可以跟你嘅朋友一起玩雪。他們到家時，小松鼠已經瞓啦，就像小熊、小鴨、小老鼠一樣。媽媽閂上窗簾，熄埋燈，小松鼠就
就喺溫暖嘅被窩裏睡覺啦。晚安，小蟲。今日嘅圖書已經講完啦，拜拜。